屏东西南边的小琉球，为2000年开始来发展着观光，将做台湾热门的外岛旅游的景点。到2023年，交通船的载客量高达220万人次。也毋过，观光经济大量成长的同时，嘛大力来冲击着当地生态环境。2024年的8月，记者对着在地唱水教练到现场，发现本地生态真丰富的海埔，煞变做世界拢是本事的沙埔。甚至因为当地渔港工程的疏失，所以天土的沙礁内底有真侪粪扫甲碎玻璃，环境的安全都红灯。在地环保团体虽然努力咧推动减塑的生活，但是大量的游客加上饭店财团的进驻，恐惊拢过度开发了。2024年7月，海洋保育法3读通过，是不是会当将做加强保育的有效工具，帮助小琉球找回当初的美丽？观光甲生态是不是会当相赢？咱做伙来了解。这个一定会受伤啊！又有了，你看这个都是垃圾，怎么会丢在这个地方？海底的珊瑚越来越少，底栖的生物也越来越少。对于当地整体来讲，这绝对是不好的。这不是一个环境的问题而已，它其实也是经济、是民生的问题。再继续发展的话，岛上是其实非常的不乐观，这是我们最害怕的。自由探水皮 SUP 入场从海峡过独木船，这是小琉球大福西旧渔港，是当地上时行的水上活动景点。2024年8月底，煞一切拢变调。怪手卡车轮番作业，一卡的土沙在安尼放对不起海湾，前方北方的工程，防止其冲击环境，影响生态。当地唱水味教练陈胜如带咱定归到现场。又有了，你看玻璃碎片，这我没有先埋上去哦，这是真的，我才刚走过来。哦，这个都是垃圾，怎么会丢在这个地方？过去真水的海岸线煞变做滨海粪扫场，未来变调背后，恐惊厂直飞起。落尾调查发现到废土落管埋，竟然就是大福西渔港官方管理单位。那我们觉得说，哦，这本来就一直都有在做工程，这是很正常。可是我没有想到，他把淤泥直接倒在消波块的旁边，几场大雨之后，所有的污泥全部往海里面流过去了。大湖村村长办公室跟我们反映说，我们现在迎王将祭，当地我们的习俗，去那边做一些祭拜的动作，需要沙滩，因为旁边就是我们那个废弃的渔港。那沙也是从沙的，其实它港口里面是流到港区里面。那我们用怪手的方式去把它挖起来，挖起来之后沥干，沥干之后再把它运到我们那个下水的沙滩。就算你今天是港内挖出来的淤泥，你也不应该就是没有经过处理就直接把它丢到这个地方去。这工作可能是我们管理处做的不够谨慎啊，我们也要检讨改进啊。这部分跟我们的水业者沟通不够透彻，其实是我们作业上疏失啦，这个倒是真的啦，我们会去做改进。管理站新进手骨，嘛开始配备工配，不过环境敢会当恢复管好也唔知影。尤其大福西渔港这几年真侪工程不断，是真袂认真。现在很多游客，所以他们就喷了一条这个，对，喷了一条我们觉得很莫名其妙的东西。乡民优先使用，那我到底要怎样才可以是乡民？你也只贴了一个很不负责任的公告在门口说，哦，自己进来受伤自行负责，这不是一个很成熟的一个做法。对，那你看现在这个就很明显，这个高低落差，这个不是一个安全的高低落差。我身高175，这已经到我的腰了。我觉得他们的出发点都是好的，环管处出发点是好的，但不是应该用这种做法。大福西旧渔港的争议事件显出有关单位在制定或是执行相关政策之前，都未能事先跟当地居民以及业者进行有效沟通。而这样的情况在小琉球其他景点以及游憩区也是正在发生。
王添清是正港的在地民众，2002年开始伫咧家乡经营民宿，嘛身兼海沙埔生态导览员。咱舰队鱼来到鱼店买沙埔，看到的景象和辽顺的无共款，颠覆咱对小琉球的想象。这个有人来吗？无人来，拢无人来。8月份干啦，我嘛阮第一组人。这一点要经历来说，你进来这边游客的观感就不一样。这个都是不属于这里应该进来是一个接近的海滩。过去生态出名的高人气景点，旅游大会人少少话，规涂骹本数和小琉球的观光和海洋生态都安定。根据环境团体历史和平，在2023年8月所进行的调查，鱼类和裸骨礁的数量拢继续在变少。以回版盐的鱼类单位面积个体数比例，2019年每单位有2只半，来到2023年已经降到0.6只。小琉球周遭这几个点位，这6个点位的鱼类的密度是很低的，代表说鱼的数量非常的少，而且鱼的体长也有偏小的状况。对，就以6个点位里面有一个山猪沟来讲好了，它每平方公尺的鱼的密度是不到1只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小琉球这6个点位，它们的珊瑚礁的健康程度，普遍来讲都是亮红灯的。当地海蟹另外一个烦恼是游水不清，渐渐单一化。在咧海岸边地当看到海龟，虽然互游客真欢喜，会当留纪念，背后所代表严重警示。海龟来到这边，就是因为这个地方海藻很多。那海藻很多，它就喜欢来觅食。那海藻很多，刚刚讲到，还有可能是因为废水排放的这些污水所影响到的。以小琉球每个月这样空拍下来，平均都有600多只的海龟生活在小琉球的周边，但是海龟很多，但是相对的其他的东西越来越少。其实这个对于小琉球来说，并不是一个好的生态系的发展。小琉球自2024年7月开始，针对鱼店尾3号到大坪山地区管制升级，但迄时段上最限制300个人，要有生态导览员带入去，收60块的观光保育费。为海沙埔保育开始做，加强维护海蟹生态系发展，不过环境破坏、生态失衡问题敢着改善啊？你有看到动物吗？没有，就没有看到动物啊。所以为什么8月份这里会是我们第一组客人进来？因为没人没来啊，能怕闯进来都给我麻死。那你现在没有东西，你要开始要收费啊？我带客人去要去看什么？对不对？如果你是消费者，这个有消费纠纷啊。在地人数这期收费制度成效无甚有理想，收费标准嘛，互导览人员唔知变做较好。即摆导览费中，管制区介绍挂观光保育费是260，非收费管制区是190块。游客大多数拢会选择其费用较少的非管制区，颠倒互其他海沙埔造成愈侪负担。啊，你也没有办法说所有的潮间带都是封闭的哦，所有潮间带呢都是要进行收费，啊，谁要来小琉球？在潮间带收费，它只能在某一个部分想办法去解决人类对于整个小琉球海洋生态破坏的其中一小环而已。所以，我觉得这个政策不能说它不好，只是说它政府没有用一个高度去全盘的检视小琉球的生态状况。为什么让家乡环境继续恶化？在地青年主动救家己。使用这个用扭蛋机转出来的咕咕币，就可以跟相关合作店家来换取环保餐具。谢谢。海龟货币是由海洋废弃物打造再生，用纯能机的方式摆伫咧合作店家，落150块对落落来，会当向店家换环保餐具。游客预定结束买离岛时，会当保留餐具，或者是重新换转来海洋货币，正做纪念，后一摆颠倒才去使用。扫描完 QR code 就可以跟相关合作业者兑换流行杯，还附赠环保袋。
环保专区加上环保培养，这是一天志向小乡的岛民，并且在岛上推广减塑胶生活。在2020年的时候推广布布币，那其实它就是帮小岛减少那个纸碗或者是便当盒的一种一次性的垃圾。2019年，在地民众做台湾罗果树协会固定表述海沙保的活动，是免费源头来减少粪扫，推动环保产区和环保培养，嘛会受轻便服务清洁各在利用，希望游客来到这会当轻松的度假。我是一个琉球人，那我希望小朋友在这边长大之后，小琉球这边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他长大后还存在的东西，然后就会觉得，就是一群傻子，就是一群傻子在做一件对的事情这样子。为着后一代鼓励坚持做对的代志，不过观光客大量以未来造成的冲击，同款必须面对残酷的事实。东港东流线码头人潮排，沙滩上满满的都是人，巷弄内的知名早餐店游客大排长龙。2023年，往回准者总载客人数超过280万人次，其中观光客载客数量在约220万人次，成为全台湾面积上小、敢若6.8平方公里的台湾乡级离岛。小琉球的基础建设早就已经被砍起了。也还没有观光的时候，其实这里的居住人口就有一定的人数，最高峰是1.6万人，在民国60几年的时候，会有时候一天有1万人登岛。那琉球当地大概8000的实住人口，所以这样1万加8000，其实它就突破了1.6万人的那个涉及人口最高峰。所以可想而知，以这样的人口量去做的基础建设，怎么可能可以负荷得了？咱采访到一位无想要徛名上镜头的当地青年，伊伫咧大学毕业了后，回来故乡，已经进行4年的田野调查，透过长期观察，明确点出危机。就在民国92年的时候，就因为水不够，盖了第2条海底输水管。然后现在水又不够了，大家又在研究说要盖第3条。反正对于这些不够量被用完了不够的这个状态，政府他们都是扩充，你不够我就再加给你这样。它比较没有要去限制什么源头。这个自来水线啊，然后呢，网路线2条的自来水管都是从这里挖过来的。然后所以这里的潮间带呢，原本你要让它好，其实是很困难的，因为它本身的环境的条件就是有民生所需在里面。面对观光需求一直失控放缓，当人类有所警告，想要挽救时，我几脚步敢对会着天。琉球的观光发展的那个大概是正式发展观光是2000年的时候，就是纳入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的时候，在那个时期之前的小琉球的状态，其实是它的渔业发展很兴盛，所以其实，在那个时期的小琉球，它的生态已经有一些变化了，但我们来不及去探讨说怎么去把它做保育、做修复，我们马上就承接到了观光。对，就是从以前到现在，我们好像都没有让它有休止，就是都是很快的，就是又接到下一个成长的阶段。接下来琉球的观光要迈向下一个屏障，也就是财团更大的资本来到了这座岛屿。即马小琉球拢总有179间合法登记民宿，不过当地民众亲身探查，发现实际民宿数量超过500间。采访的过程，咱嘛实际看到豪华度假村起现场，就亲像嘛伫咧预告小岛适合观光发展，无法度避免的景象。其实我对未来是不乐观的。我再继续发展的话，其实岛上是其实非常的不乐观。在不久的将来，应该也会像现在的垦丁这样子。物价业权乱象地头团肯定落起的教训近在眼前。小琉球若是想要避免搁再发生，必须赶紧定位出上适当的旅游观光模式，佮必须解决管理单位经济环境不平的迫切难题。
亲像港南海事部组织单位除了小琉球乡公所有的是归类伫咧国有财产局之下，另外部分算是屏东县政府交通旅游处观光科和太平县国家风景区琉球管理站已经划设的保育区，是由农业部去业署管理。面对管理困境，环团希望透过2024年7月中三读通过海洋保育法有效明确规范。海保法立法之后，它也赋予了就是政府要来订定这个统一的海洋保护的这个政策方针，所以也会给其他的政府单位要做海洋保育的时候有一个最终的这个终极目标跟策略可以依循。大家认为，如果除了现有的保护区之外，还有其他需要再进一步保护的区域或者是生物对象的话，那当然也可以利用我们海保法来划设所谓的庇护区。当然，这也需要在地的大家居民也好，或者是所有的这些团体也好，大家有共识的时候呢，就可以来推动这样一个庇护区的划设。海保法除了会当将做立法管理的统一标准，针对庇护区，可以当做到分级管理，开放公民参与。它有一个审议会的机制，这个审议会里面就实际上有说得很清楚，就包含原住民团体、渔民团体这种第一线的用海人，然后还有专家学者、环保团体，像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是可以参与的。那这种海保法也赋予了一个由下而上，大家一起来做保育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小琉球的观光经济和环境保育要如何拢各个交混？短期内反水嘛是无法度解套，无论是当地民众，还是外来业者，或者是有关单位，拢必须看重。